美国总统川普即马和大好家人马斯克、马斯克之间两个即马关系嘛拍歹啊。马斯克对川普最近在推动大规模减税已经公开表示失望。伫拄则，马斯克搁伫社群平台铺文章，讲伊决定要撕掉川普政府高级顾问这个石头。对马斯克的批评，美国总统川普敢若是无影无影。We will be negotiating that bill, and I'm not happy about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I'm thrilled by other aspects of it. That's the way they go. It's very big. It's the big, beautiful bill, but the beautiful is because of all of the things we have. 马斯克伫咧日前播出的这段专访内面，对川普最近伫咧推萨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讲谈话。伊讲大公司的减税法案破坏政府专业的努力，对此伊感到真失望，并且讲。一项法案用个大也会当水，也毋过无确定是毋是当又个大又个水。So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It's got a way to go. 减税法案最近伫咧国会众议院215比214票通过了，接落来将会送去参议院审议。这项法案予一般的家庭每年会当省$2900的税款，不过未来10年国家的税务将会增加2.4条到3.3条美金，把至少关2亿5千万美金支持川普参选的马斯克，4月底就讲5月会开始慢慢退出政府效率部的工作。也会减少政治捐款，因为伊做的已经有够多啊。这段电视专访的批评，也看会出两个人的关系是愈行愈远。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